南宫，怎么跟顾总说话呢？顾总，新来的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裙子不错。这么大也是啊。好了，告诉这事儿，咱们也别掺和。哎，我说南宫，那可是顾总，这下他肯定生气了。你怎么这么胆大啊？就是啊，南宫胆子也太大了。可怎么？那个南宫琉璃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是我当初的竞争对手。当初的竞争对手？可是我不认识他，我怎么帮你对付他？我才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呢！你既然顶替了我，就要替我把身边的问题都处理好，这是你应该做的。我确实是来顶替你的，可是你没有说我要替你处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，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办法。你一定会有办法的，除非你不想见到你妈。哦，对了，妈妈最近情况挺好的，你别担心了啊。贺锦熙，你这个人讲不讲理的？怎么办呢？南宫琉璃，请收拾你的东西。李经理，南宫也是替咱们着想，你也不说去顾总那说个情，他也是年轻，一时冲动。话太多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刚才顾总下了调令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他特别助理。锦溪啊，过来坐坐吧。奶奶，我一会儿来啊，我再给你削水果。每天早上上班7点半，每天下班还要1个小时，还要经常给客户买小